送好气，那神言之人都带黑马杀。神言之人乃是上位功高一重来，同书啊！同书，包太人好讲笑，同书唔会讲话，真唔会歌颂啊！王爷，虽然同书唔会讲话，但是父亲在同书上界，迄个是万用的引魂啊！乜个引魂？乜个同书？这是一派胡言啊！一派胡言，引魂过的是你苍王爷，刀劈群主，杀死什么用？习俗埋在同书下。哼，包太人。话做得乱事，这话是说唔得乱讲。本王何等身份，哪有可能做了此事？有何证据？来人啊！带走勇士。一直很拖，害死我是燕公，莫用的性命，若不是爱家典，就送难逃一命。你无爹，王妃爱对你一片给深情，你竟敢骗爱，害死人个字，杀死老燕公。万千个味道你，最一可恨，最一个什么样？其他个聪明百姓，佢表乜嘅子见，让我痛派一步，这样子，我爱你。村主，你既然招人，强在口中送法，一切只有奉法天尊。这样子，你俩无情无义之徒，要不本王天生你，哪有今日高官显诮？要不本王这位驸马，你哪有今日的荣华富贵啊？哼，你真是蒙恩配你！哈哈哈哈哈！蒙恩配你，只因就爱你啊！常言，爱憎后悔。叫你凶我的性命，怎么会定系今日家破人亡？哼，张凤呀，你心机奉情，不敌此爱，胆敢出外行凶，杀人灭口，宋海见你，你有何辩解啊？哼，何时辩解？我唔错。年轻系向我杀的有以后，小小聪明的性命，如同义公一般下天了。我乃个个才送风情归处，保证你敢伤害黑王，为何不敢来人啊？用他中来，不要负头家。慢来，保证祸太大，我伤害。除非奉送天下圣旨，你要保武坛，有何资格？你向我上来？哦，拿魂过来，拿来。
向蒙爷，你单头看来，用双手术，双风不降，左进开封，不论风情不情，那是贪官污吏，一论点燃以后走。老孙，你敢？来呀！送他过了斧头上。报万岁驾到！万岁驾到！将他兄妹暂时压下，接新家。天家母主万岁！好您听神。万万岁！包起光阴唐人传播，你将苍王爷作彩开封府，不敌其身份何处？你要将他处死啊！启禀万岁！上王爷充满放行，杀人灭口，口中才子，请万岁亲目一看。苍凤体呀，你真是糊涂，犯下滔天大祸，实在罪不可赦。包钦光阴判问你，给你如何处置呢？此案理当处斩啊！好，强慢啊，包钦啊！奉批犯罪处罚梦，就是为爱乱千瓦风，数九之情是大可怜啊，了却此爱你莫中用。万岁！太兄发命，一命一命，苍王爷杀人灭口，摧开恶疾，阿母将他过了斧头闸，已经不法了。长家为归来轻重啊，风爱看松永从啊流，因生权回呀穷人啊，从最平坦梦万岁！太兄不法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。虽然其参加为国亲重，功劳心态，但太兄对他也不薄，子子孙孙
推为王，功败极位。苍王爷，人才服众不知福，杀人灭口，吹翻天条，正可重吹强叛之理啊！包青啊！苍蝇用命不往一条啊，班门风来开花红，那杀鸡苍蝇娘啊来送啊，来办难地啊多。万岁！把我进杀当，擒拿忠心。地呀，出海为万民，若我有山河，quyết đã phát thiên là giang sang nhìn vô liêu chỉ quan lão bao khí你好好哀求，既然你就不答应。既然如此，光阴之后用强硬的手段众人探长，万一我暂时苍蝇，就先在为送你走。万岁哟，苦啊苦啊！哼，来要求，我来保证把恩仇，贪赃枉法不追究，千秋万在呀。出娘啊，命啊！万岁！既然万岁要来托钵苍王爷，百姓为国管不忠，按保证不能对不起天下百姓，也不能对万岁不忠。属将万岁，属保证此官推进了。保证你报太后到，母后到来，各日娘家。太后，下太后，奉仪过来，不采宫中，料理国事，为何来展开丰富呢？启奏母后，包钦要斩苍凤梯，是我不幸，即执意如此。要来此干呐！这包钦说来，恩国栋梁，若万做得不去此干呢？凤仪也十分为难，请母后主权一切啦。本后此有大算，包钦过来。神差，苍王爷，身犯何罪？
将其叫来处死嘞。启禀太后，张王爷聪智才智，向太后观看就能明了一切。在我看来，哦，张王爷，其时的做法，莫怪包钦将你处死了。包钦带念参加，为了国家有功。希望全家看在本后的面子上，就由他性命，你想如何啊？太后年诈有差，张王爷敌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那么将他以真国法，恐怕辟天下间百姓刺手，国法难以服众啊！包钦讲得有理，不过虽系群主引起，主将群主地取当年，连得地了3条性命了。太后啊！你哪有啊个大性命有啊几千？王阿姊啊犯法，庶民痛垂怜。为啊一心子，忠心下怜。我讲。夫人从生傲见，一呀动言。李苗太子们，金水桥畔血斑斑。太后成就受苦难，泪洒冲天，不一番。让我当初保证怕我欺山，民阿们用地天为谈，恐阿怕太后如今有事难，将阿心比阿心。情何堪？太后，若是太后也如此苦苦相逼，那就请太后遵循辞官返乡了。包钦难了。包钦啊，长啊担啊，有没有忠心啊？忠流来的呀处啊，含所为人民呐。就一个啦，金那本啊，应该全国人呐，就
错，万有不能对不起天下间的黎民呐！报听堂旨，神差，我爱你今日奏功一判，何人有谋一体同吹？为神良知，不好，不可，不好，不好！来人啊！斧头砸死后。不好，不可，不可！前面走！带上来！太阳，打！